倾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，倾听，他在倾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你是的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，你是的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倾听，我要倾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，倾听，他在倾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你是的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，你是的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倾听，我要倾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，倾听，他在倾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你是的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，你是的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陈牧师，新年恭喜！咱对今日开始要做伙来读《申命记》，对正月初一到2月16号，《申命记》这个册的名的意思是希腊文地理甲律法这两个字所斗起来。希腊文这个地理律法的意思，毋是讲要将头一个摩西律法，搁一摆来重复，是要来重新来解释律法，重生西乃命令，所以叫做生命记，重生西乃山的命令。这本册记载摩西伊伫迦南地以东的平原顶悬，向以色列人宣讲3摆的这个讲道，也是提醒。其中第2摆是上界要紧。第一摆是对第1章50到第4章43节，第2摆是摩西宣告上帝要求，是对4章44节到29章的第1节。第3摆摩西的宣讲是讲以色列就要持守对上帝的信甲约，是对29章第2节到30章的20节。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布这个指示。迄当时，以色列人已经行过久长的旅程，要到终点，准备要进入应允的地，就是迦南地。所以，这本申命记就是在回顾这个百姓伫旷野所行过的路，因为这个新的一代因伫旷野来出世，也是伫遐来大汉，需要搁一摆重新来解释律法，而且为着将来要进入迦南地所做的准备、劝告甲境界。这本申命记，伊是用古早这个正当契约的这个条文的这个格式，包括来讲到历史的代志，还有这个契约的条款，甲宣布、祝福、甲咒诅等等的，真做真要紧的这个文体。申命记有这个记载4个重点，头一个就是
摩西搁一摆带因回想40年来所经历这要紧的事件，提醒百姓就爱会记得上帝怎样带因经过旷野，爱也拜托这百姓就爱顺探上帝。第二个是摩西搁一摆来讲起10条诫，而且强调头一诫只有拜独一的精神，然后搁讲将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爱遵守的律例。第三，摩西也提醒百姓，上帝甲因立约的意义，劝因就爱重新立志来持守所守的约的义务。最后是约书亚受设立来继承摩西成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然后摩西就来学了上帝的信息，而且为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祝福了后，就蒙主恩召。伫申命记这本册的要紧的主题，就是讲上帝拯救而且赐福予伊所听的选民，所以上帝子民就爱记得这个上帝恩典伫心，一心肝底听上帝，顺探上帝，也要保存家己的性命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伫新约中间，摩西5经的申命记是伫新约出现上介侪，创出你名声伫新约中间，申命记出现上介侪，甚至耶稣3摆受试探，拢是用申命记的经句拢来回应魔鬼。而且第6章第50讲，你就要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是这本申命记的 key verse 要句。耶稣也讲，这是上界要紧的头一条诫命。虽讲申命记无讲到作者之罪，但是不管是旧约的犹太传统，还是新约教会传统，拢认为申命记的作者就是摩西。好，咱今日要来读的，就是申命记的第1章第1节到18节。所以咱配合这个灵修笔记，5个要点，就是读经文、挑金句、写感受、今日事甲今日毕。咱来读今日经节，申命记1章1节，摩西的回忆。下面是摩西伫约旦河东边的旷野，所附对面的阿拉巴，就是伫巴兰甲土湖、拉班、哈西略、底撒哈的中间，对以色列人民讲的话。对何烈山经过西尼山到加迪斯巴尼亚，需要11日的路程。伫出埃及了后第40年11月初1，摩西将上主交代伊对以色列人所有命令拢甲因讲。迄时摩西跟太兄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，甲住伫以色列阿苏他略的巴山王俄。摩西伫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地开始讲解上主的律法，讲上主，咱的上帝伫何烈山，甲咱吩咐讲，恁伫即个山已经住有够久啊，就起身划去阿摩利的山地，以及迄附近的阿拉巴山地、山坡、尼基夫、地中海沿海一带、迦南人的地区，甲黎巴嫩，直到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。第8节。当我将这个地赐予恁，恁就入去承接。这个地是上主对恁的祖先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应允，要赏赐因甲因的子孙的土地。第1节到第8节讲到摩西伊安怎来唤起百姓讲这个历史。伫申命记讲了真清楚，因过红海。要进入迦南地，其实只要行11天的路程，但是因煞伫旷野住要40年，满40年。第4站伫要满40年。这个典故就是伫这个迄当时摩西派12个探去探迦南地，有2个真有信心讲咱一定会赢。但是有10个就无信心，讲咱去就害啊，所以抵到以色列百姓拢伫遐来提靠，这就是上帝为虾米要将因留伫旷野40年的典故，因为因对上帝应允，上帝所讲的话无信心。但是呢，这个40年嘛已经过去啊，即马上帝的生气，上帝的管教已经教了，然后就新的一代因准备要进入迦南地。要进入进前，这个摩西
爱遮诶新诶一代，因好好搁一摆来听清楚上主诶律法，所以重新搁一摆来解说上帝诶律例甲概念。第9节，摩西选立审判官。迄时我有甲恁讲，管理恁诶责任，我家己一个担当袂起。上主恁诶上帝，互恁人口加添，到今仔日，亲像天顶诶星遐济。愿上主恁列祖诶上帝，照伊对恁诶应允赐福恁，互恁诶人口加添1000倍。管理恁诶重担甲责任，以及处理恁诶诉讼，我家己一个哪会担当袂起？恁着对达支族拣有智慧、有才能、有经验诶人，我就设立因做恁诶领袖。恁应我讲，你讲要做诶代志真好，我就将恁达支族选出来有智慧、有经验诶人，设立因做管理恁诶领袖。有诶管1000人，有诶管100人，有诶管50人，有诶管10人，搁设立其他诶官员。当时我吩咐恁诶审判官讲，恁裁决相告诶事，无论是同胞中间诶案件，也是甲住伫恁中间诶外族人诶案件，着照公道判决。恁裁决诶时，毋通偏袒相告诶人，无论是尊贵也是卑微，拢着公平对待，毋通惊任何人，因为恁是替上帝审判。困难解决的案件，就送来我遮，我会裁决。迄时，我嘛将恁应该做事，拢甲恁吩咐。对第9节到18节，遮就讲到摩西搁一摆来重新讲起，为虾米有遮诶百种、千种、50夫长等等遮，就是因伫即个出埃及到民数记诶中间。摩西一个人无法度管理遮济诶人，所以才有兴起遮诶有智慧、有聪明、受人认捌、尊重诶人来担当做遮诶管理诶工作。但是上界要紧诶，就是爱来做裁决，就是爱来处理人甲人之间诶问题。所以摩西重新来声明即个上帝律法。伊就是来回想，为虾米有遮济同工做伙出来，就是因为人甲人斗阵诶时阵，会出现遮个无拄好，也是出现遮个无法度解决诶代志，但是上帝会派伊诶同工来。今日咱读诶即段诶圣经，互我有3个感受。头一个感受就是以色列人因伫旷野标40年久。背后有上帝要教示的原因，就是上帝互因用工换一冬，40天对上帝无信心，就留因伫旷野住40冬。咱通讲这是一个无相信的代价，不信的代价，不肯相信的代价。所以当咱若失去对上帝信心，咱爱知影，这个无信心爱付的代价是非常的悬。第二个，互我的感受就是摩西，伊也回想，伊也承认，伊家己一个无法度来承接众人的代志，所以伊需要有同工，需要有人斗骹手。这同工，这领袖，毋是家己来指选，是受人的推荐。所以每一个支族，每一个支派，拢有遮有智慧，会当清楚明白是非的人，拢会当来做摩西要紧的同工。所以摩西伊毋是讲去拣伊家己熟悉的人，是通过大家的推荐，亲像咱今日伫教会共款，咱所选出来遮的，不管是执事也好，长老也好，同工也好，拢是大家所推选出来，咱就要好好领受即个职分，嘛要好好为着遮同工来为因祈祷，因为因拢要甲遮个亲像甲摩西、甲牧师、甲牧者、甲遮种植做伙来照顾上帝羊群。第三，互我的感受就是伫遮金句，我选的是第17节，就是恁裁决的时，毋通偏袒小过人，无论是尊贵还是卑微，拢着公平对待。
毋通惊任何人，因为恁是替上帝审判。困难解决案件，就送来我遮，我会裁决。所以，咱做教会的服侍者，也是有时阵咱咧处理教会中间人甲人的纠纷问题的时阵，咱就爱有上帝的公义。不管对方是尊贵卑微，就爱用上帝公平来对待。爱惊的是上帝，毋是惊人。爱看是看上帝面子，毋是看人的面子。这是今日我所读这段圣经的感受啊。今日是今日是1月初1，也是元旦，是中华民国115年开始的头一日。咱伫教会有这个跨年的祈祷会，今日虽讲是国定假日，休假一天，但是期待咱会当伫今日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咱会当伫一年的开始的时阵，好好将咱今年会当带到上帝面前，好好来祈祷。特别咱有这个2026年的灵修笔记，也是讲全年读经啊，拢是会当伫今日做一个真好的开始。今日牧师是参加1919环台的第13天。今日的路线是要对中华的鹿港，要伫来徛到伫苗栗的山基，也需要大家的代祷。今日笔这个代祷的事，就是咱为着咱的国家中华民国来祈祷，有上帝祝福，会当通过台湾这2300万的百姓，会当来高举主的名，会当来建立一个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甲主三角行的国家。第二，也请大家为着1919要救急难家庭的这个需要帮助的这个家庭，为因来祈祷。不管是伫咱的桃园，还是咱的四周围，也是为伫这个全台湾大角落的所在，拢有真侪人需要有人伸手来帮助伊。也愿上帝真正来听这微细的人。最后也为着咱今年所要来推动的灵修的笔记来祈祷，互咱每一个人摕到这本的时阵，会当好好来珍惜，好好来使用，嘛会当将上帝话写落来，感动刻伫咱的心，互咱伫今年2026年对年头到年尾，充满上帝侪稳定。讲袂了的见证，算袂了的这个上帝的祝福，愿上帝听咱的祈祷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对旧年来到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也感谢你，互阮伫生命记的中间，甲亲像摩西对迄当时伫旷野的百姓所讲的，今日也对阮来讲，求圣神保惠师也帮掌管。互阮咧听道理是出伫对上帝听，顺探道理也是回应上帝听。互阮真正有听尽心尽意尽力来听主上帝，也求主你也来祝福伫阮的国家，祝福伫阮的社会，每当有上帝你的立理，有上帝你的指引，互阮真正会当活伫上帝的国度的内面，也看过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今年度所定的目标所定的这个计划，拢会当来荣耀主的名，也当互阮甲人、甲上帝、甲家己会当更较亲近，会当更较亲密、更较和谐。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、祈祷、恳求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多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主
倾听我的牧人，认得我声音。你是